係啊嘛？呢個47歲日本大叔，佢居然用佢呢一個嘅樣，用一個 AI 工具喺 OnlyFans 一個月，居然賺咗10萬蚊港幣。佢唔係靚仔，亦都唔識得寫程式，佢唔係乜嘢網紅。咁究竟佢係點樣操作嘅呢？首先，佢係用咗呢一個嘅組合。佢只係花咗20蚊美金，用 Claude 叫佢幫自己設計一個 AI 女生嘅完整人設。呢個人設就係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啦，佢係屬於乜嘢嘅性格啦，佢平時中意發啲咩貼文，同埋佢點樣同粉絲傾偈，甚至乎連視覺內容都由 Claude 協助規劃同埋生成，再配合埋圖像、影像生成工具，將自己嘅樣同女生換面。整個嘅系統分晒10個資料夾，包括內容創作、排程發布、引流策略、平台管理，幾乎全部都係自動化運作。跟住佢就將呢啲影片同埋圖片放喺 TikTok 同埋 Reddit。TikTok 7日120萬次觀看，4670個追蹤，廣告費係0。Reddit 免費發放圖片同埋影片，導流去 OnlyFans 同埋 Fanville 嘅訂閱頁面。第一周 OnlyFans 143個訂閱 ，Fanville 64個訂閱，合共207個付費訂閱。就喺嗰個禮拜，佢就已經賺咗2700蚊美金，一個月佢就賺咗13450蚊美金，即係大概10萬蚊港幣。用20蚊美金嘅 Claude 嘅月費賺咗10萬蚊嘅港幣。留言我將呢個大叔所有嘅操作流程同埋工具連結全部發晒俾你。而家一人公司真係唔使出鏡都可以創業噶啦。關注我，我係 Andy，下次帶你睇下一人公司點樣用 AI 成功創業嘅真實案例。